學習愛人，一付出以信任，一貫到已累了自己，冇愛自己，這我去算不算可恨？那總算情商高，總要雙方好，係咪每段仇都可以共放變多數係做失敗人面紅耳赤啦，成係睇人面自肚皮，蠢係富人自他，多數人中意多少數佩服人嘅靠，走正面嘅先贏，然後係蝕底嘅人大咬，算唔算同一種算富人葡萄窮人白醋？唔同商人打交道，發覺哇黑社會斯文暴，有人用一世儲錢，有人用一世去賭一鋪，有兄弟一世好，同人有兄弟親失世做一道。隨間戀愛而冇自由，定冇戀愛而孤單？鹹白菜天狗翅啊，係咪真係同一餐？幸福時諗當年嗰個笑冇乜一直不讚，落魄時諗嗰個係咪真係簡單啊？誰要發聲我冇聽見，反正我冇壓力，要做精英要拼命去適應壓力，咩錢咩經驗咩判斷，合格大人用惡意話嘅話兒同用善良去拆，標榜正義嘅老師校長鼓勵人當差，皮膚表面嘅圖案黐出偏見黐出壞，信嘅信到明知衰記錄都關但唔信嘅煙照壞鏡都未信7個6係債，幾十年換英雄係如考定血勝局愛人，客觀持平定當局邪情抵朝俾現實打拳，口吐出嚟係反省，未來早往日浪費正流出沒力產生。有人做到先做，有人做到為止，有人靠頭腦冇位置現有，人圍住佢站穩時，認真嘅唔講第二，同情嘅唔講真事，同現實人講勵志，同思想家講層次。進步動機係嚟自學，但制度重視教，點解釋所有藝術創新都係嚟自抄襲？原始要強要重，科技要輕要巧，冇國家自認邪惡，但歷史總有第一炮。學習愛人，一付出以信任，一貫到已累了自己，冇愛自己，這我去算不算可恨？那總算情商高，總要雙方好，係咪每段仇都可以當風？
單的一天，吃喝工作度過，孤單的一宵，連日劇亦閉幕，平淡沉悶都可，用心的等待過，我說過我很快樂。傷口早枯乾，你才講接受我，溫室到冰封，才開片花朵，卻習慣了我與我輕鬆好好地過，怕冷也別要生火。那天一個人在戀愛，當感情燃燒過，發現縱使沒誰，其實沒有不可。一個人沒戀愛，一生人又怎過？放下你，未來容易過。不想這一刻送你一個幻覺，不想當一起連動靜亦冷漠，遺憾強烈感覺，錯失都不自覺，他看見你不快樂，等千億分鐘，連途徑也還過，剛轉身一刻，流星卻閃過，每夜鏡裏我看我，一天簡單又過，這世界愉快得多。那天一個人在戀愛，當感情燃燒過，發現縱使沒誰，其實沒有不可。一個人沒戀愛，一生人又怎過？放下你，未來容易過。那天一個人在戀愛，當感情遺失過，那份痛楚突然無用再說清楚，不再期待戀愛，彷彿時候的錯，錯誤太多，請你原諒我。一個人在戀愛，彷彿時候的錯，我願你從未曾想起，從未曾想我。早輕輕洗去昨晚的潮水，附在面上一顆淚，也滴進水。試過去冷靜情緒，你已遠走數月，竟會仍沒法睡。今天早餐失去這個美好伴侶，掉在地上的衣服也像廢墟，算了我決定離去，以免變得更累，何處也願寄居，搬出這天地，正式跟戀愛分離，呼一口氣將家居放棄，為我你搬出
出這天地，妄想悲哀會飄離。獨自活着我鼓起勇氣，免得這屋中一張相一杯酒都使我再次記起你。今天早餐失去這個美好伴侶，掉在地上的衣服也像廢墟。算了，我決定離去，以免變得更累。何處也願寄居，搬出這天地，正式跟戀愛分離。呼一口氣，將家居放棄，遺忘你。搬出這天地，妄想悲哀會飄離。獨自活着我鼓起勇氣，免得這屋中一盞燈一幅畫都使我再次記起你。將家居放棄，遺忘你。搬出這天地，妄想悲哀會飄離。獨自活着我鼓起勇氣，免得這屋中一本書一張台都使我再次記起你。默默道別痛苦的回味。你做乜愛我？佢做乜唔愛我？到底係唔係我有嘢唔妥？你可能冇錯，佢應該都冇錯。我諗嚟諗去係個天話咧。連隻燈都不想有火花，你想天都不看過我嗎？只想好好愛一天，難道我渴望不對嗎？連有光都不想有水花，連冇光都不想有我嗎？子彈火車也想跳站，偏不會給我停下。有新歡太多，講過不喜歡，但傲罵喜歡我。我最喜歡這位，卻讓那個喜歡我。懷疑自己一出世時高升嗎？從來無人明白我困在我星球，為了個夢讓我喘氣，很可怕。但是你聽不懂這愛歌，連這燈都不想有火花，你想天都不看過我嗎？一天，難道我渴望不對嗎？人有光都不想有水花，連冇光都不想有我嗎？子彈火車也想跳站，偏不會給我停下。當我不喜歡這傲罵愛多於我家，當我終於想我傲罵喜歡他，我要喜歡的早
化，連目光都不想用我嗎？子彈火車也想跳站，偏不會給我停下。到這一天，我愛我與我躺於被窩，請你抽抽空，探探我也很不錯，我很不錯，要喜歡我，要喜歡我，要喜歡我。秘密忌見光，最怕陰影放大，內心顯得渺小，再美好都變壞。以後別怕，眼不可仰賴，在摸黑中探險，生命奮進因此偉大。這不要嘈，大海多深，看心理質素幾高。就回望這旅途，趁燈光虛似無，若不摔倒，背影會拉到幾粗。若隧道盡頭未到，更要細算每一步，像末日信徒。將所想所要倒數，在隧道慢行慢舞，發覺兩腳鋼筋做，路上未見路，只堅守方向如刀，秘密忌見光，最怕陰影放大，內心顯得渺小，再美好都變壞。
是有病的，所以要留住半清新一你讓世上幾多字自信不再捉摸不到。在你眼中清晰才悲哀，繁忙才悲哀。常人難道比瘋子更可愛？如何能將你安居這夢裏？曾迴避佢，只識知我能點過，旁人全背一本通書向前看，怎麼不敢懂化？你是絕美的，不過未釋放，站在最方的島不簡單的你卻在看。人類以為強於拯救地球，卻捉摸錯地方。淚是的光，在彼方，唯有你才能開花。好想看你安居這套房，在大氣氛，傷痕複雜那不安。人全部一本通書向前看，青山之花不再動放。曾迴避佢，只識知我能點過，旁人全部一本通書向前看，青山之花不再動，青山之花想在。喲，大家好，2024年2月23號初14周5出走直播。你好 ，DAN 尼亞兔媽789歷奇，唔係屯門，不是。就話收隊話今日同車車去睇醫生啊嘛，
我諗住今日都唔開，直接文字宣佈算。我哋提早畢業。有冇人而家已經可以準備講拜拜，講埋走得門口嗰邊？礙於車同我嘅健康狀況咧，我最後係決定休息一週然後就拜拜啦各位。所以原定29號嘅畢業咧，已經係提早咗接近7日嘅23號，今日我哋就畢業啦。如果我今日唔開咧，其實琴日都等於畢業㗎啦。我苦苦掙扎咗好耐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唔係唔捨得你哋，我係唔捨得呢7日嘅收入但我計過，因為架車就揾唔到啲咩問題，淨係知有少少好似漏油。咁暫時咧，女師傅嗰度都係冇辦法去醫治㗎，有回音，係咪電腦？我而家控制唔到電腦喎。咩揾咗公民服務？其他人有冇回音啊？喂，其他人有冇回音？你啲問題成日都好難答喎，789。你真係唔係好擅長傾偈㗎。回音已解決。回音係源於我出門口前 set up 啲嘢咧，唔記得刪翻個網頁版嘅呢個直播。點解畢業？喂，點解你咁撚好笑嘅？有冇人係唔知點解畢業㗎？我以為已經大家都知晒。簡單嚟講就係嚟緊嗰個生活時間、生活規律有所改變，唔知將會係點，咁咪暫時畢業先咯。暫時冇法以原本嗰個時間表嚟開台，咁咪暫時畢業先咯。啱啱入嚟發生咩事？你好牙明，你的台主畢業了 ，set 唔使 set 㗎。想開心翻好易嘅啫，你試下道呢我施比受更為有福 ，shut the fuck up take your money，no bullshit，let's go。喂，行啦，屌你老母！所以今日已經係我哋嘅畢業直播，大家要好好把握呢程回家的路。有冇嘢問？仲有冇嘢問？聲帶收皮都冇所謂，同你講埋。拜拜。
正依家都係嗰啲閪日子嚟㗎啦，做都冇乜所謂。而你哋有啲又閪狗嚟㗎，對都冇乜所謂。咁兩樣都閪咧，我不如放下自己假，休息下算啦。咩回音雞啊，處理咗咯喎 ，Thomas， 仲有咩？咩啊？仲有咩？仲有冇回音啊？處理咗㗎咯喎，唔直播做咩？可能轉去嗰啲咩 SWAG 或者嗰啲咩 Chipta 賣片咧，有冇諗過？轉去發達啊！黐住你哋就冇發達啦！如果你每一場直播都係免費收學白做，連個微博嘅廣告收入都冇啊！係咪晚晚打 J 台？不是，會唔會係女裝屌女啊？我最近喺 Chipta 見到有女裝屌女喎，懷疑都係一個血路嚟喎。有冇得搞咧？你覺得？即係兩個都着女裝嘅，但係你睇條片後邊咧，就發現其中一個有鳩啊！你有俾 like 我，哇！真係多嚟笑。我諗起幾年前咧，成日擺出嚟公審嗰啲咧，嗰啲咩媽媽 group 揾攝影師。點知最後咧唔撚俾錢人哋，話我哋啊俾咁多個 like 你啊，都值回票價啦你唔好下下咁計較攞錢。你哋有冇睇過啲事件？好好笑，有一期咧嗰啲媽媽 group 成日咁樣揾鳩人笨柒㗎嘛，我真係多撚謝你個 like 喎黐撚事㗎，人哋攞個 like 去開飯叫人哋做嘢啦，最後埋數咧。就話喂，我哋俾咗咁多 view 咁多 like 你唔好同我哋講錢得唔得啊？黐撚線雞子要引退了，放心，我哋唔會有嗰啲畢業 AV 啊，唔會有啊，唔會有。嗰啲叫咩啊？退役啊？定係都係叫畢業啊？中意入媽媽 group 嗰啲好多閪女人，我覺得成班都係閪女人嚟，成班八婆。臭閪啲觀念就奇撚怪怪咧，嗰啲好啦恐怖所以呢啲人咧，希望佢哋千萬不要離婚同佢老公咧就發齊眉。喂，我聽講郭 Sir 單嘢有 TG Good 喎，咁可以俾個 TG Good 嘅 link 嚟喎，走上 Discord 不如。祝我前程似錦係嘛？幾好想我前程似錦，你直接導呢我咪得咯。我嘅前程就喺你嘅手上，150call 我不過講開咧，依家除咗畢業之外，我諗召喚都未必接受特別嗰啲咩 Lean Lamp 要過海嗰啲召喚咧，唔接受㗎。其他人再問下我啦，睇下我同車嘅關係點啦要召喚係可以好似平時咁繼續 DM 嘅，睇下做唔做到啦。阿秋你又賴拎問我冇拎我上連登見到啦嗰啲。我連郭 Sir 單嘢邊啲女係郭 Sir 條女我都未分得到我哋知郭 Sir 係教籃球啊嘛，係嘛？單嘢太新啦，我未跟到。抌翻啲相關嘅 post 上去 Discord 係嘛？即係極多撚嘢咧，開埋啲垃圾 post 圖又冇，片又冇，喺度抽水純文字討論都傾咗幾十版，屌你老母嗰啲咁嘅廢柴，開埋啲垃圾 post 做乜撚嘢？個撚個標題都寫撚住郭 Sir， 都唔知邊一個係有料到嗰個，屌佢老母！呢個風氣好唔掂得定係已經俾人移撚咗鋪啦？請問梁少收工再冇雞車搭，屌佢自己會 call 車㗎啦！呢架車最不捨就係嗰啲歡樂時光接載過咁多有趣嘅人，冇啦一切都已經成為回憶啦，真係。不過而家梁少要過海咧，冇咩事，大家都唔見
又有啲病，我有病，休息下，唞一個禮拜之後又去玩啦。你班社畜就快啲翻工揾錢供養我啦。咪冇得車摸我大髀，從來冇摸我大髀喎。屌啊！摸身摸細手都啄爛咗佢。我真係有啲懷疑係閪米或者梁少其中一個嘢鳩到我，黐撚線。兩個嚴重帶菌者，你認唔認同先講真？黐撚線。有冇要道別嘅緣由喺度？你快啲過去紅旗嗰邊。呼喚埋嗰啲仲未知咩事嘅手足過嚟啊！錯過今次機會就冇啦。暫時嚟講，你每一次都當係最後一次咧，咁就啱啦。反正我都唔知仲有冇下次。見到熟悉嘅面孔，快啲同佢講：喂，耶穌要復活啦，過去睇啦喂！咁樣樣啦。同牛魔王出嚟睇耶穌啊！24都嚟啊，10日都未剪到條片反正休息都唔去得邊㗎啦，就剪片啦。但會唔會越剪越撚眼瞓頭痛咧？仆街！聽翻自己打閪聲咧，好撚失鳩。你知唔知我係好抗拒聽翻自己個 live， 好抗拒聽翻自己把聲。但係聽講好多人其實都係咁。
我唔係結業啊，我畢業咋，喪禮更加唔係啊，啱乜柒啊？屌你不如獻花笨柒，誇咗啦，多咗啦，阿姨，告別式黐撚線，喂你好啊 TKG 啊，永別啦，係咪？再見，黐鳩線呢個過分咗，呢個不發工資，這次不發工資。太誇張！你係咪誤信咗嗰啲咩失控加500嗰啲啊？冇喎！你唔好俾人呃啊！成日都咁撚蠢。你估真係失禁加1000咧？雖然你直播失禁咧，我都幾欣賞你。返屯門梗係啦，唔通去你屋企咩？我喺呢個回家的路同你哋交代埋後事就係咁先㗎啦。冇咩事咧，我翻去就開始靜養，靜養完咧我就飛啦。我就飛啦！呢個咪瑞士山區廢。所以我都再呼籲一次，你哋見到邊度有啲老友未知咩事咧，快啲把握最後呢幾分鐘叫佢入嚟，大家 say 個 goodbye 啦。下次再會我唔知係幾時㗎啦。之後講撚完，聽日又開台會俾人斬，但係唔會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我而家擔心咧，飛唔撚到，咩唔開工？你養我啊嘛，係咪？黐線啦！我向來都係無業喎，無需工作，職業兒子得唔得？但係嗰個水上好撚衰，跟住個樹跌撚咗出嚟。咩事㗎？都話車同我都生病咯，點開啊？但我有問過師傅嘅，我話勞役多去7日咧，問題大唔大？其實師傅話唔大嘅，但我諗下咧，我勞役多7日個問題有啲大，我準備飛啦嘛。咁反正最旺盛嘅日子又過咗，依家都係閪日子啦，咁不如算啦。我要放假咧。我又飛啦，大舊換跑車唔開工了，呢啲好突然啦，789過鳩幾月前已經係唔小心流出咗呢單嘢，好多人知㗎咯喎。我唔知有幾多人睇呢個2月每日直播係帶住一個倒數嘅心情啦。但係一定係有人知道2月每日直播就係我哋嘅倒數告別嘅時間嚟㗎咯喎。之前就已經意外流出咗㗎咯喎，呢個 schedule。咁你唔知係你問題。我原本係諗住真係完晒成個嘢先講嘅，點知嗰次動撚咗，以為你聽唔到就講啦。點知佢又咁啱咧，嗰一下又連翻喎。之後你哋聽到晒啊嘛，嗰次話勁撚戇鳩。嗰時就係接緊梁少啊嘛。轉行揸大車問號，你知未先？未發生嘅事啊，點話你知咧？好多人唔知。調翻轉我度覺得係好多人知至係喎。當晚在座各位都知晒㗎啦，唔係咩？都知晒
得啊？DTBF 好似有得留喎。咩轉跑咩黑客定屌客啊？睇唔撚到點？好撚煩啊！點解冇一個大字體啲嘅字幕喎？咁撚柒鳩！屌你個老母弱智喎！啲字咁撚柒細點睇啊？冚家鏟！GF 正確啊 ，G 等於雞 ，part time chicken fan 咁係 CF 喎，嚇 G for 雞 ，C for chicken 係嘛老友？屌你啊！比我更加唔識字喎你哋。估唔到，今日最後 RIP， 但係 RIP 又係死撚咗人先用喎，聽講。師兄我未死喎。點問點解係 RIP 咧？
哋自由啦。